Hello，各位同學，2026嘅 DSE 咧即將開考啦，唔知大家心情如何呢？今日咧都想喺度咧俾幾個溫馨提示各位同學啦。咁呢啲嘅提示咧，其實就係咧我之前同一間嘅出版社合作咧，做咗一份嘅mock卷咧，去見到好多同學咧係都有嘅一啲錯誤嚟嘅。咁咧今日同大家咧溫馨提示一下。咁好多同學啦嚇，寫字嘅速度非常之快啦，咁一睇落去咧就好似睇緊醫生出處方咁樣咧，其實咧係好難辨認到同學嗰個寫字，特別係咧用英文去考嘅同學。咁呢個咧要留意咧，自己寫字會唔會太過潦啊，令到咧評卷員咧係睇唔到你寫乜嘢。另外咧都要揀你究竟用啲乜嘢嘅筆去作答嘅。咁因為咧你份卷咧其實係會 scan 咗先至俾評卷員改關係咧，所以咧都應該用翻深色啦，同埋一啲粗度適中嘅筆，唔好太幼，亦都唔好太粗。善用翻成個嘅答題空間啦，因為其實你有幾行㗎嚇，唔好將所有嘅題目啦，又或者你計算嘅算式咧，全部擠晒喺一行裡面咧去答，咁咧睇落去咧係非常之難去分辨到你個邏輯推論嘅。咁另外咧都要留意下咧係個題目嘅指示啦。咁有時咧你都要知道究竟咧你喺邊啲地方嘅去畫圖嘅，唔好咧無啦啦自己去畫一幅圖，明明咧佢就叫你咧畫喺 Figure 3A 上面咁樣。嗱，其實咧同一頁裏面咧係有好多嘅空白位置嘅。如果你真係咧答得太長，特別係咧用英文作答嘅同學咧，咁你亦都咧係可以喺啲空白嘅位置嗰度作答。但係咧你記得要標翻明清楚你答緊嘅咧係屬於邊個題目。嗱，如果你真係咧太多啦嚇，嗰個頁裏面咧冇空白嘅地方俾你去作答嘅話咧，請你舉手下加字啦。咁你亦都有啲同學咧嚇，因為做數嘅時候咧個腦飛快咁運作啦嚇，咁咧於是乎咧見到自己寫錯嘢咧就圈咁樣去咧查走自己嘅答案。嗱，其實咧真係千祈唔好咁樣做啦。我建議你咧用間尺啦，將你唔想要嘅答案咧用兩畫咁樣咧畫走佢啦，咁係既整齊亦都係簡單，咁咧亦都令到改卷嘅老師睇落去咧係會舒服好多嘅。咁啊，最後咧請你複核自己嘅答案啦。咁有時啦嚇，我都見到有啲同學咧個 handwriting 真係好差，差到咧係連自己都分辨唔到自己寫乜嘢。例如係3啊同埋5啊，3次方同5次方咧，自己做下咧寫到亂晒龍咧，然後最後咧竟然係自己計錯數嘅。咁另外咧上下標咧同學咧去考呢個 DSE Physics 咧都冇請啦，寫得清清楚楚，唔好咧一個下標做下咧變咗上標咁樣咧就會鬧交啦。常見嘅問題同單位數字有關，錯單位、漏單位呢啲經常出現啦。我哋物理其實咧，你錯一個單位就扣1分嘅。咁講緊你條題目都係得1分，然後單位扣1分，咁你真係做嚟都係運吉㗎啦，係咪？咁所以咧單位一定咧係要小心去處理嘅。有啲好陌生嘅單位，例如係電場嘅單位嚇，你唔知道係乜嘢嘅話咧，不妨喺你計算嘅算式裏面咧倒轉頭推敲翻。其實咧，只要你嗰個單位咧係等價嘅話咧，你都係會有分數嘅。咁當然你識得啲 SI unit 就梗係最好用啲 SI unit 啦。咁另外特別都要留意咧，就係你要跟翻個題目嘅指示啦。題目咧叫你計呢一個嘅衰變常數，係啦用 S 負1次方去做單位咧，你就唔好整個 R 負1次方啦。咁特別提醒啦，就唔好用份數去做答案啦。雖然佢係 exact value 都好，千祈唔好用份數去做答案。如果答案得出嚟嘅係小數嘅話咧，咁你就攞多過3位有效數字咧就可以啦。咁點樣判斷為之足夠嘅有效數字咧？其中一個想法咧就係題目俾你嗰個數字係幾多個有效數字咧，你計出嚟嘅答案就用翻相關個有效數字就可以啦。例如你話咧係計核能啦，有時咧啲有效數字去到6個即係6個有效數字嘅，咁你出到嚟嘅答案咪計翻6個有效數字咧，咁就係最穩陣嘅做法啦。咁答題嘅時候要留意你個答案嘅深度嚇，咁我用翻 ICT 嘅概念啦嚇，一定要避免多快好省呢4個好虛無嘅好空泛嘅形容詞，你一定咧要具體去解釋有幾多咧，有幾快咧，有幾好咧，有幾慳咧。然後咧，你如果去答物理嘅題目咧，你應該用多啲嘅概念詞去答㗎嚇，即係一啲咧係有附帶物理定義嘅名詞。例如你話講interference 嘅，講干涉嘅，咁你加翻啲接線啊、程差啊。咁你例如話係講緊嗰個磁電嘅感應嘅，咁你寫翻一個磁場強度嘅變化，咁咧就可以容易啲攞到分數啦。咁一個幾吊詭嘅地方咧，就係要搶個 M 分啦。嗱，
同學要知道咧，如果你代入個步驟係正確，而且可以辨識啦，呢句説話好重要，可以辨識，即係個考官係知道你代啱位啦嚇。咁你所以你前面嘅步驟出錯咧，其實你係仍然有個 M 分嘅，甚至係咧你代入嘅時候級數啊，又或者係一啲單位轉換冇處理咧，其實你都係可以得到分數。例如題目俾你 CM 嚇，但係你計數應該用 M，不過唔緊要嚇，你照代咗入去咧，你仍然係攞到呢個 M 分，雖然你最後攞唔到個 A 分嚇。咁但係喺度都戴翻個頭盔啦。原來咧考評局咧係有個做法嘅，就係咧如果你冇 show 到啲步驟，然後你計到正確答案咧，基於2點利益歸於同學嘅關係咧，你係有機會攞到所有分數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個步驟錯而你得出個正確答案嘅話咧，呢度係有機會扣你分嘅。咁但係你問我實際上改幾百份卷嘅經驗去睇翻，究竟有幾多個同學係淨係答案然後撞埋個 M 分翻嚟咧？其實係少之又少。至於你話有幾多人咧嚇個步驟錯咗，答案啱，然後咧因為咁而冇晒所有分數咧，係少之又少嘅，極度少。咁所以咧，井 Sir 改幾百份卷嘅經驗都係會建議同學啦，記得啦寫步驟啊代入，因為咁樣搶到1分 M 分嘅同學咧，其實咧係大多數。畫圖要注意嘅地方啦，因為咧版權啊，又或者係私隱問題啦，我冇辦法咧可以攞到同學嗰啲嘅作品出嚟俾大家欣賞啦。咁但係咧，我都可以咧俾大家睇下一啲嚇，即係井上模擬用電腦模擬出嚟嘅左邊嗰幅啦。咁呢幅圖咧，其實有2個好主要嘅問題啦。第一咧就係咧佢嗰啲數據點咧嚇，我唔知點解有啲同學係中意咁樣嘅嚇，就咁好似一粒墨屎咁樣篤落去張紙嗰度咧，就當點咗個數據點出嚟。嗱，睇到就睇到啦，睇唔到咧，好似而家呢個情況啦，嗰條嘅趨勢線咧遮住咗嗰啲點咧，咁我就好難俾到個數據點嘅分嚟嘅。咁第二就係啲同學咧唔知點解咧係硬係咧係又中意用啲好粗嘅筆去畫啦，甚至乎咧來回畫多幾下咁樣，呢啲咧係絕對唔應該出現嘅。咁咧請同學咧望下右邊嗰幅嘅正確示範啦，你嘅數據點咧應該乾乾淨淨咧係落一個交叉，而嗰條交叉嘅嗰個大細咧係好明顯咧係會粗過條趨勢線嘅。用一支刨好咗嘅鉛筆或者攞啲0.5mm嘅芯啦畫落去啦，乾乾淨淨咁樣啦。咁啊有啲咩要更改嘅，請你攞呢一個嘅擦膠咧擦走晒，乾乾淨淨咁樣重新畫過一條。萬一啦你個擦膠咧太強力，或者你修改嘅次數太多，令到份卷啊上面嗰啲格線咧都已經花晒咧，咁你咧亦都係可以舉手攞一張格仔紙咧填充翻嘅。關於嗰個作答嘅習慣啊，嗱，我井 Sir 一路都係教學生，一攞到份卷嘅時候咧，請你好快立一眼啦，所有嘅題目究竟咧係買咩葫蘆買咩藥，用幾分鐘嘅時間就得㗎啦。其實咧你大概知邊啲題目你係做到有分嘅，咁啊先做咗佢啦。有啲題目咧你真係完全冇溫過啊，或者你個記憶係好依稀嘅，咁你放棄啦嚇，去到最後先至答呢啲題目。咁啊做 MC 咧，平均控制翻90秒一題啦，咁你咧就可以喺50分鐘內完成啦。開卷之後咧1個鐘嘅時候咧，就要望一望自己個進度嚇，咁啊逼自己快啲嚇，又或者咧時間多咗嘅可以咧放慢個步驟咧，令到自己咧係謹慎啲作答嘅。咁每次做完一題嘅時候咧，你都要搞清楚題目問緊你乜嘢嘅物理量。問緊你長度嘅，咁你自然係配一個長度嘅單位，例如米啦，例如 cm 啦，呢個咧係習慣嚟嘅，咁要提醒自己一定要做呢件事情。另外啦，MC 唔好留白嚇，因為就算你唔識做咧，你亂做咧，其實都有1/4嘅機會咧係啱㗎。咁唔好睇少呢個1/4啦，你撞得幾題翻嚟咧，你就唔多一個 grade 㗎啦。有時間當然係 check 卷啦，check 卷嘅同時咧都請你撳多幾次機啦，因為有啲同學隻手指係特別肥嘅，唔知點解咧硬係會撳多咗啲數字或者撳錯咗個數字，請你確保自己咧係冇計錯數啦。咁咧作答習慣上面亦都有一個咧係好嚴重，希望咧即係大家都留意嘅就係個主語啦。有時係一啲幾句嘅句子啦嚇，其實咧你個主語係不停變化嘅，例如你話我增加咗啊，又或者係個詞通量有咗個變化。喂，咁係乜嘢嘅詞通量變化咧？係接收嘅線圈詞通量變化啊，定係發射嘅線圈詞通量變化咧？啊，你話係增加咗乜嘢？增加咗乜嘢？減少咗咧？嗱，呢啲咧都係同學咧成日懶咧漏咗，然後咧我哋改卷嘅時候咧都唔知你講緊咩咧，就扣咗你分嘅地方。
咁最後出發之前咧，都係檢查下你嘅文具啦，原子筆係2支啦，塗果液或者係塗果帶啦，間尺、鉛筆、擦膠、熒光筆，最好帶2支嘅熒光筆啦。如果你係用呢一個嘅等電細填色法嘅話，另外咧你都要檢查你嘅計數機啦，有冇呢啲同學仔估畫或者喺你個計數機裏面咧做啲手腳啊，鏟晒你啲 formula 咧，當然出發之前咧係要檢查一下嘅。嗱，如果你係考試前嘅一晚啊睇到呢一段片嘅話咧，都係井 Sir 建議你咧早啲瞓覺下，養好精神上戰場，因為呢一刻咧你溫嘅書咧其實都唔係好影響到最終個成績㗎啦嚇。你以往咧呢6年讀書啊，由中一讀到中6，你做咗幾多，你得到幾多咧，其實就會喺呢一個物理嘅成績上面咧反映翻出嚟。物理科唔同其他科啦，我哋好多都係技能啊，好多都係呢一啲嘅定義，所以咧臨急抱佛腳嘅意義咧，其實真係唔大㗎。反而倒轉頭啦，好好地養足精神咧，入到去用最高嘅轉數咧去考呢一筆試咧，咁你咧反而容易啲得到更高嘅分數。好似井 Sir 咧一直都係咁講㗎，嗱，唔使講咩博盡無悔嘅，用平常心去面對你嘅挑戰，去攞你應該攞到嘅分數。祝各位武運亨通 ，DSE 一切順利，拜拜。